鞠躬礼啊，过去的鞠躬礼都是手要这么紧。90度是吧？然后再慢慢放下来。后面呢，我们为了简单，太麻烦了，那就手也不伸出来，就是放在两边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敬礼呢，鞠躬礼要慢慢的起来，是吧？你不能，是吧？这个礼有要求的。对长辈、对老人、对老师，第一次见面要90度。第一次见面90度，现在基本是这样的，后面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要求。那么一天见面100次呢？你不要100个90度，这个浪费时间嘛，是吧？哎，你当然做得好了更好嘛，是吧？他主要这个很讲实用，我们这民族很讲礼，又很讲实用，是吧？你看每一天第一次见到老人长辈一定要90度，后面见到25度、15度，所以心要诚，心要静。礼，我讲中国的礼啊，它主要是中国的礼，第一个要求是静，心里要敬重的敬，你要把敬字装在你的脑子里面。你看敬礼完全不同的，你没装作敬字啊，绝对不对。第二个要雅，中国的礼是雅，高雅。第三个是静，安静的静。你看中国的礼很讲到静、雅、静，体现这3个字，你就有礼貌，有礼仪，是吧？敬重的敬，高雅的雅，安静的静，是吧？优雅的雅，高雅的雅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中国礼，你看我们的鞠躬礼，哎，第一次一定要90度，第二次25度、15度都可以，啊，你同班人、同辈人。哎，有个15度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你好，是吧？这个就发的是，你看我们古代，你看是不是最科学的？是不是最科学的？我们古代没有一个得腰椎病的，每天你好，你好，每一天得到锻炼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大家不做鞠躬礼了，所以中国人50%。60%得腰椎病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老祖宗聪不聪明啊？这都是有，是吧？第二个礼节是作揖了，也叫做拱手礼，是吧？拱手礼，相隔了2几公里了，你看，你还在那边我看到了，你好啊，欢迎欢迎啊，是吧？这很远都在给你鞠躬了，你看。中国的礼节是很好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搞经典教育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学会鞠躬礼，要教学生每个学生做鞠躬礼，啊，这一个礼节，是吧？碰到人家你好，你好，你这学校完全变了。他家长啊，我们的学校你去看，那学生就是这一个礼，1个礼拜3天就学会，3天学会以后巩固49天，1个月。啊，这个50天，将近2个月，今后你再也不要讲了，他碰到人自动的鞠躬了，根本不用去教他，他自然，他碰到人不鞠躬就不舒服，是吧？习惯成自然，习惯决定性格啊，后面我要讲的，性格决定命运啊。简单的讲，习惯决定命运，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你就是一个鞠躬啊。如果这个老师不会鞠躬，校长要带头鞠躬，好吧？老师都要鞠躬。这是一种心理敬重别人、学经典的一个
外在的表现，看你是不是鞠躬，是吧？这是最基本的。所以我们要教学生执礼，教学生执事，怎么做事。每一件事情要教学生做。我这10大行为习惯里面就专门有一个做事的习惯，啊，做事的习惯，学习的习惯，睡觉的习惯，睡觉都要有习惯，饮食的习惯等等。我后面要向大家讲的。你看我们读了经典，你还是那样的，一样都不知道做，毛里毛躁，是吧？你这里像读了经典的吗？是吧？所以读经典，老师教经典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光教学生读，教学生的礼节，教学生怎么做事，教学生怎么做人，结合起来，这样的效果非常好，是吧？这是第2点，要带头啊，用心教经典，带头做经典。我们老师我讲的至少是4个带头了，带头实践中华礼仪，带头实践中华美德。中华美德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讲8大美德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我们最后这个9号晚上联欢会啊，我邀我的学生啊丁红清为大家用沙画演示8大美德。8大美德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把孝摆在第一位。孝是道德之本，做人之本，是吧？所以你要有带头实践啊，8大美德啊。你看我现在知道的学校，1个月放4天假，平时不放假，1个月4天假。这个4天假我取了个名字的，我要我的校长，你一定按我这个名字做，叫做什么？孝亲假。我不能讲这1个月放4天假，不是，我这个假都有个名称的，孝亲假。每个老师回去要孝敬父母，每个学生要回去孝敬父母，要做1件孝敬父母的事，回来要检查汇报的。每个老师1个月给你报销100块钱，你要买100块钱的东西送给你父母，因为学校没有这么多钱嘛，是吧？主要是一个培养他。哎，你拿起发票来报，要你母亲父亲签个字，是吧？主要是培养老师啊，要真正要做经典。他老师来孝敬父母呢，他就会教学生孝敬父母，是吧？